分哦。看几条会创的啊？飞蛾扑火，蚊子扑不蚊灯，有讲的铁缝，就会一条细路，做嘛该创的？还会按呢，条绿绿的向前比，肯定无讲的铁缝，就会啊。巧巧，你干嘛？这里比较暗。不要怕，我陪你。下课往前冲，直到人生密码街。上班一条走，相信自家无路用。莫闯就莫放，当当当当，嘿哈可走，当当当当，嘿松可走，爱老爱高错，当当当当，莫强勇，当当当当，眼漂的人，满在心中。夜间盼夜梦，总会送出一种歌。看天不迷蒙，大不了去家等起风。莫偏就莫烦，当当当当，嘿哈可走，当当当当，嘿松可走错，老不错高错。当当当当，嘿哈可走，当当当当，嘿松可走爱留洒在心中。And 就向他走。點用會忙到，有可能你在睡梦。識查啦，有可能啊。準時嘅醫生心中有嚴疾嘅，有可能會昏倒。哥，幾多冇得來？發生乜嘅事情啊？高速公路發生查貨，佢哋全部去天數救命嘅，怎麼啦？還有哦，啊，还有哦，哇，該個事，中央，董排車阿姨，哎呦，你唔係唔緊錯，哦，救人啊，較重要。俺刚刚看新闻，讲冇事情的啦。阿姨，希望今晚晡辦隻 party 好唔好？快點！好啊，Party time！不过，哎呦妈个理由也有请人卡。大家叫我看到今晚晡，我乜嘅理由呢？錯，冇需要，我喺準備。我去約小竹。還有同情啥？啊，好。我咪落去準備。哎，我來填數哎。冇事情辦埋個 party 啊，咁實在要。
哎呦，有意见啊？你有事情哦？奶兄哪有讲法？我会去长谷收拾。为了你，我会加油。先吃饭喽。拜拜。陈冠强，你本来也嘛跟咱题目啊？先生，歹势啊！莫个人会讲歹势，你对唔起伊，但请唔切噶。搞个期间见朋友，搞出来个题目，根本就像草原发表个论文吧。学术研究迄遗传看唔到总量个淘汰赛，以后在国际期刊看不到你名字，你就等着被淘汰。你看老师是不是也一样？我每学期是不是还是要面对找研究题目这种压力？你听下记住了，一条唔係唔低呢。你搞出要买个东西，要买个东西。歹勢啊！我聽錯我失望。失望咧，你前題目哦，有談戀愛哦，按失望手好咧。老小子種數是幾久啊？我都我真係看唔出來。我哋談戀愛哦，退休上年輕重要，唔過唔做唔得搶股談戀愛，唔過贏前途啊！你講夠了沒啊？你講乜嘢啊？我說你講夠沒啊？我談戀愛關你什麼事啊？你真的以為你是我爸？冠強，我剛講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看我不順眼很久了。為了當老師，為了實現我媽期望，我一直忍，我受不了了。我今天要跟你講清楚，要讀博士碩士，我不是只有你這個選擇哦。上次野產新聞事件出來之後，很多學校教授都想收我當學生，借機招生啊！我只不想講給你聽而已。陳冠強，好啊，迄講唔上到配得學校，有行較好嘅發展。應該不會猜疑，我反而會替你感到高興。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天真的這麼認為，別的學校教授會接受你這種毫無價值的研究題目？還有，你這種懶懶散散的學習態度？反正我在你心裡就是沒用。我給你發你！你不用為了討好我媽，勉強收我當學生，謝謝。明明，學術研究有條路，唔會踏實就走得來。你看他，還沒有開始呢，就已經學會放棄了。那你呢？明明很有天分，很咩為了佢強用，繼續做以來，學術界嘅頭兵。
要出现。有啲药材，唔咩姜，又唔咩香草，你嘛记啊？哎呀，李学长，秀豆嘛，很多俗味啦。枸杞，三妹，鸭脚田，腐臭，香菇。唔错唔错唔错，全部唔错的。许月成，这场结尾啦，悄悄地摔帽。乜嘅啊阿姨，提示一下啦。错啊，提示一下。东南呢？好，今夜结束。情叶结土。杨涵，行人请到一种植物结晶不同，错吗？有意思哦。阿爹，请。也是用链头系统。厉害啊！阿姨，先生，唔对按呢，算喺作弊也系提示啊。那有啊。当然系提示咯。好嘞，顺手送一颗。送课咯！哦，来来。用链头係行業嘅廣泛，有種植物要按做天線果，一直辦也好食咧。因為原住民老行人啊，先好用教育見嘅無系統，前期嘅結果啊，用鏈頭嘅數量哦，見累見少。這辦也咪因為安尼，冇事。先生哦，有搞過癌，嘅管哦，做唔到挑戰。差不多難度，佢自家會上哦，一下向上慢耐就黑。故說秋天自辦也嘅數量哦，會慢慢地恢復。我用會吃到熟悉嘅感覺。也就係寓教於樂，臭美奶。走。好，这一题小虫组惨败。月阿姨，悄悄地嘅水幕。哟，好食嘛？好啊。阿哥真唔乖乖嘅，咁多下年無來，又難得變了，佢冇去親家嘅朋友，佢夜啲山風，都奇怪啊，佢冇朋友。冇朋友，一樣冇得傳統。有冇人，大部分人通嘅係自由班，當然。我咪搞到朋友啊，差冇？你自由班底度，得3人就講自家冇讀書，考試嘅時間一啥比一啥高分。同學之間有競爭意識，當然都能講真心話。太太，快點點燈啊！抽哪裡啦？有些人落台，是個100%的朋友絕緣體。從細就懂孤陋，超級怪咖。他們啲嘅講，當必哦，很差得演呢。曼寧這個時間，很啲無下答應下。哎呦，你還記得啊？用我唔記得咧，講好喺野外露營嘅，結果咧，很啲無下答應下，差很多。你還記得，你做乜冇去露營冇？唔記得咧。
其他个，真嘅唔免来带银太借位哦。做嘛硬吃顿还要带去借位啊？我唔知啊，就知道唔来呀，应该系有目的啊。哎呦，我唔爱讲啊，就老松摆伫医院的世界无嘛强用诶。可能无看过某种医生破案啊，黑某就因为对医生有刻板印象。哦，唔过讲正经诶，唔系当叫无必要啊。你想啦？有件事情想我拜托。好啊。我露台较怪票，想我老公诶无强用，拜托多体谅佢。无啦，其他个，甲侬讲，我差一时咧就破坏技术医生的计划。其实，医生是要体谅我。真的。你正经要人来行去，含迄上尾伫俺老关强发生乜嘅事情啊？都有啊。错嘛，你头一摆做人家个阿爸哦，欣赏老阿爸冇强用的呢。係啲啊，就因為哦身份冇強用咧，我怎要行到社會嘅未來發展啊？你喺貪色啊！然後關強嘅關係變權的啊，怎喺本期都較多嘅空間啊？迄人生啊，真正要看起，行起嘅人呢有自家嘅想法，喺看起嘅人呢做唔得出聲。观其不语，真君子。哎呀，好唔错嘞！哎，这唔对哦，起手无为大丈夫。哎呦，用下一下嘛。你哦，之前移民讲，要对博士班退学，冇去做报道上研究嘅时间。因为老板讲，讲佢上通咧就会转来咧。哎，永汉，但是想讲唔咧，一摆哦，我会再讲用咧。讲，你唔系要向移民去法国做乜嘅？老上位有关系嘅研究啊？移民有人讲过一个事情啊。哦，什么讲哦？佢老上位嘅事情，移民敢有讲佢无想要转来做研究嘿？你用为无想爱啊？佢最好哦讲无爱哦，唔过新冠度哦。免治啊，移民哦，想太多才玩用啦。小满哦，你冇想开啊？冇啊。你讲嘅这样咧，看贵安部诶，医学上有个学名。乜嘅啊？恋爱症候群。哪有要这种病啊？其他个，梗嘞，呀，医学名称系乜嘅病啊？要唔做可以。好呀，你成日睡夢嘅。我使喎。好啦，晚安。
外国人讲嘛个啊，俺欢喜。那这么该老很讲，你们有事情冇需要人来讲，唔咩嘿？你都在用的啊？俺有得算嘿。拜托老外讲好无？爱讲过诶，爱请老师来讲法了。你有事情嘛等来，错冇？真紧无啊？跟人来讲，我这么该做唔得老太家讲，冇去考专内考的事情。俺因为太敢无必要的啊。几学时候以来，有真紧爱去考嘿。又不问伢怎问题了？懂眼凹呀？爱讲清明一拜，爱动摇你讲法了，上叫爱抓老师。俺要做医生呢，我一靠学士后医，俺怎么该准批啊？要去迄牙肥达嘞，唔确听。听咯。好。又不一定给。莫消费。这里。哎，秘密太，都在发什么该事情啊？嘉靖还忙转来。林太，你要打电话问嘉靖，问伊奈无？对啊。你转过？杨林太准考证嘞？爱得到丰富呢，封锁线低度诶。哎，你不点哦？你这么该啦？慢年很几篇啊，爱请老压中你。你都在骗伊嘛该啊？你有冇看到安呢？考试台，唔怕，赶紧人拿转来。做唔得啦，可以丰富呢呢。给杨林太准考证呢？不是啊，你在麻烦。用不会麻烦，就喊过去拿一下就好了啊。做唔得，你都应该比慢年就喊较了解防风呢，唔好隆隆重重。莹姐，不过考试台无准考证就无怕伊考试诶。俺再个补判就好诶，拢简单。拢简单，给迄牙膏当拿落诶，还有太家的牙齿，都 special 诶。你照顾，唔太超高诶。好啦，迄无安尼，我打电话问消防队，请加调天公里来老人天数。英太，你都见行迄唔向老太家老师讲，迄无？讲嘛该？给一种无用的字会听。嘛个意思啊？用歪无用。因你考试时间，高铁。高铁。我根本无按算，我去考学士后医。杨林太，你都在伫讲嘛该啊？林太，有乜嘅问题，做老向天会讲啊。我迄条是无去考试的，要3年。
就会骗人家掉。我冲落来，就冇做医生的决心。大学联考，我迄阵经冇考好。我本来老豆冇考到以后呢，我会动什么？不过结果，我的心情煞轻松动荡。群众呢想法比想象的还较神奇，佮所在呢靠近你，你用不会滴啊？来含两个鸭搭子红起来考试啊！因为在你考无高啊？英泰，3年就落考收脱嘞，就会因为有哪个计划，咩？杨英泰，你都在这么改爱偏太假？错啊！哎，你又唔系自由班同学，我会承认，还真你看唔是嘿。点解？都在迪马街啊！求生多胎，却全靠第一杨英泰，像靠到昆虫呢。一下面这些事情啊，还有俺面对俺不寒冷的心情，你都在迪马街啊！好诶，我考咪变做医生咯。其实像还冇讲出在听啊！你从生多胎就冇本冇喊你死蒙狗啊！你顶下阿里有一胎冇？我全是假的。你还头脑动好，几年就讲你想要做医生，阿用这唔会愿意发现。其实你冇目标。等一下，来谈唔识，杨太，都在想做医生吗？俺唔知啊。唔想压下就去想，唔想压下就做给听，做唔得。别挖到你想做。我怎么解啊？你只咁样冇目标啊？做乜搞一定啊？压下就给听人家 V 来啊？好诶啦，重点系除脱你自家，无人爱你一下就给天 V 来啊！其他哥，其他哥，其他哥。
我送医院哦。唔是啊，迄药的副作用，了解下就好。有嘅，你是哪个有的啊？这么高会吃药的？就是人讲过的啊。哪是讲过啊？我看还会先送医院了。冠强，麻烦你打电话。啥？你讲唔是的呀？睡下就好诶。七太哥，那个身体暗用，你去医院做唔得啦。我医生，我自家的身体，我自家的啊。好嘞啦，医生让会讲，咱让会做啊。要入去健康歇困，吼。身体调了。杨姨太，唔爱上暗道啦。七太哥，你所以退听啊？衰退，呀衰退，去搞哈嘞？有可能迄贫血啊，含迄种数物鸡，有讲过啊，其实即家个身体啊，也真累啊。身体暗用，还要用冷清啊？暗道药的哦，全部就会七太哥说的哦。会产生瘙痒，容易发烧，夜间还会出汗，是什么癌症？瘙肿痒和咳嗽是淋巴癌的主要症状。申论题，除了淋巴结，还有哪些器官会发生淋巴癌？命哥用的应该无严重吼。皮肤常会到脑部皮肤，特别是皮肤的淋巴还需要注意。如果已经扩散的话，以后状况会比一般还要严重。用的啦。头灯啊，迄气态哦，害咱休伤，嘛无乜个坏习惯，用会蹦啊。错啊，杨太，你快听。陈冠强，所以讲你嘅，唔利用严重冇。妈，唔是小啦，我去看一下。七大哥。唔是腹癌，要等照。嘿，走。七大哥，你有较伤冇？有啊。严重症离后诶，等一下我老两个保费办过去，按用出唔是老家就针诶，都得好好歇困。什么？你要拄钱冇？我来去煮面啊哈。唔是麻烦阿姨，我唔爱妒忌。歹势啊，本太干少诶。少，当然哦。因太人来讲诶，要我还给你低冇啊？第3年前就低诶。去3年。
用某年老外讲。有诶，係咪影響到人考試？等考題咧，就難講。古時也冇可能，未來唔係嘛嘅醫院消毒日係零。唔係啦，我真經想得了。張師太，你老師老外講。确诊吗？看幾下真醫生咧，淋巴癌第4期確診。不過持續化療應該控制得到啊。第4期。你有聽講哦，前2年下輩嘅老王啊，嘛愛用啊，幫啊，是嘛嘅很有嘅好咧，來去問呢，好冇？一般嘅唔係用研究出乜嘅標靶療法，佢係雞尾酒療法。唔是麻煩大家，佢只存1年時間。唔知啊！走啊！走啊！不平的年，还总要有一幕的。哎呀，上次就是上歲就歲嘅放棄啊！我現在想要哭啦。我乜解我想唔開啊？
一下冇計做啲嘅，應該是現人係要聽嘅，存冇幾多時間咧。你講嘅要聽就會要。打工咧，你唔知㗎唔記得，包到一日整完，呢部機飛先係眼嘢摸明。黑人太，你又唔記得嗬？學長，我要敢買騙人太。那個，那個前面咁啊嘅係德陽棚，要一個月天，起唔啲。這個時節，又係講我帶我哋去海巡路遊，未看十分嘢係唔準去，幾時就驚冇天。嗰部裝嗰啲副卡搭一個陽棚，因為前後看嘅南粵之島紀錄片，我想到董如勇喺啲陽棚地度喺度結行業，就唔肯出來。你答應我，星期太嘅，我哋帶人去露營。今年黑人太好清明一隻厝架，咩藝神面清明一年，終身是天呢。我認真聊嘅哦，靠以後煙都大家今年厝架嘅，我聽說眼癌症，你慢搞今年很強嘅。你用不按正你拿啊！我一個人做發揮用嘅呀。有進展，第二階段了。乜嘅第二階段啊？悲傷5階段：否認、憤怒、討價還價、沮喪、接受。條擺迄條片嘢冇講完講，一下我自家落台講。誒，關橋，弄草地啊？先生，送拜按用我講法排泄。來，走啊！兄弟，有下人會講過嘅。我冇應該總係用誠實嘅態度推你，因為我個身誒嘅關係，我沒得想。先生，我咪真見對我動重要。兄弟啊，我會好好對佢，唔會本佢受到委屈。加強好好照顧自家，藝夢窮窮傾傾，我眼咪做盤。好，我保證，我會保持空間，其實唔算講，我要安尼希望。安子說。唐叔叔，乔医师，你说遇到这种事情我应该怎么办啊？到底要介入還是不要介入啊？不过我真的很想帮忙哎，要不然我看着好别扭哦。我都带我做把该张破啊。
春庆你得，巧巧，我去请医生叔叔，好冇？骨手要加油哦。来，悄悄，我去看医生哦。要报迄款评估报告，迄个无过，医生建议我订身心障碍手册。无听错，去特教学校比巧巧较好。没问题啊，悄悄，我对你有信心。参谋。这样不够，点心做好喽。医生，好吗？来。哎呦！有按多烦哦，我以前还没有讲。那你说，我怎么该当做对老鹰太记着天数？不过，还想唔出来啦。啊！哎呦，弄胖告鸡，唔散掉紧啦。女朋友按友情，听操动架就会上到诶。一厢情愿，想我老记着天数。记得我一动爱动饭嘛。确实。唔会啦，做男朋友的你，懂幸运，懂幸福。姑说唔怕，听说我有办法。英姐，哦，很轻松的事无弄啊，呀哈，这非常时期，按用啊无办法进行海铺啊。嘛个海铺？就嘿。哦。期待哥，期待哥，你用哎，吃饭啊！看那条虫诶，像钓向电光笔，唔跌细路一条。向光走的本能，反而让他们走向死亡。其實講到尾死，怎麼？接觸時，強子要讓自己慢個注意喎。好嘞啦，唔好亂講話。人講你哦，太假強下輸去了，吼。喂，你也得好聲音啊！沒事，出門去用啊！精神拿來拿出來。所有人做唔得對個講死一隻事，對冇？妈，给你讲。來吃飯。宽，剑斗高。
看过叶碧彤。哎呀，按你倒 boring， 怎么来配？啊，真过去！嘉靖，老邢太咩協狀啊？唔使我滴水哦，下禮拜我可能仲送片上來。笑嘛個，你蠻好笑誒。咁其他，除非死誒，都好笑嘿。邢太，你唔係講哪一個事情好笑啊？你有什麼啊？假是過呀。這就好。我是唔想讓你講下山啊。我想我講嘅係，不過我面對冇，死亡昨天會來。哥，你真驚唔驚？迄件事哦，和迄件面對未來。讲现在的，女神去捌記飛天，迄講到擺現在，就迄老女神嘅記飛對賭，其實唔錯誒，用個啥？人生不是選擇題，是問答題。得分的重點不在於你選擇了什麼，而是你有沒有為自己的選擇寫出想法。其實我希望過的上班沒做一生，這樣是我決定的時間我冇用意，那個有用意的時間就冇時間了。唔講係我用1年決定未來，係講腦海空用。剩1年的生命咯，我上對生命的親密，我一起加口。出馬個世界，很愛搞虛擬。嘅因為我就唔依得落太甜。對今晡日開始，不准再個講法了偏眼發音啊！最後太過重，一面來一張油，唔就 nice 去啊！一樣鋪來飛。巴黎自然史博物館老昆蟲的合作計劃，答應嘅哦。錯啊！我要再去做研究誒。大家係你什麼朋友？缺老矮嘅好朋友，用下啲昆蟲嘅經驗。笑眯眯嘅，碰碰嘅呀。
嘅皮痛，快点别来讲。I love people， 动物养了嘅事。